我哋密斯 Hostel 雖然係一間小店，但係都有個大大嘅心願。我哋舉辦咗2屆活動，同本地插畫師聯手合作，打造有溫度嘅原創產品。踏入今年，我哋牽手香港拯救貓狗協會，聯同多位插畫師，推出充滿愛與藝術感嘅全面藏品4件套裝。今次嘅計劃，我哋收到大量插畫師踴躍投稿，經過精挑細選，我哋揀咗8組優秀嘅作品作為今次藏品嘅專屬圖案。唔少插畫師仲同我哋分享咗領養流浪貓狗嘅親身經歷，好令人感動啊！大家好啊，狗狗叫做奇蛋，佢都係我領養翻嚟㗎，請大家多多支持領養不棄養。我哋希望藉住今次嘅聯乘合作，推廣領養不棄養嘅觀念，呼籲更多人關注流浪寵物。我哋嘅藏品有3大特點，而家已經正式開始發售啦！每售出1套，我哋都會捐出部分嘅收益，支持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日常運作，希望幫助更多流浪貓狗重獲新生。歡迎大家親臨密斯 Hostel 嘅觀塘陳列室網店 HKTV Mall， 揀選心儀嘅主題藏品。當你選擇佢，唔單止係為睡房添上色彩，亦都係用實際行動支持領養不棄養，讓更加多嘅毛孩有機會揾到真正屬於佢哋嘅屋企。